来看台中的太平哦，有店家反对公车牌仔设伫因的门卡口。店家是讲公车牌仔的附近哦，常常拢互人检举违规停车，有人乌白等本色，所以店家哦，就家己想要甲公车牌仔赶走。市政府接到民众的检举，表示讲要对店家来提出告诉。车牌仔底座明显有红门头补强的分裂。台中太平中山路3中心公车站牌，我青义科技大学农会甲公园，总共有9路的公车停靠。但是在地面体店家却传出无愿意，互公单位伫咧门口设站牌，抑阁想要甲伊挽掉，民众有无共的看法？当然啦，影响到。安怎讲？因为坐公车不方便啊。好像没什么影响。没什么影响。没什么影响。所以你会找用别的交通方式替代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站牌就设伫咧一间军用品店家门口，但老板表示，3中心站平均一天只有3个人来坐，而且距离后一站只有100公尺。设置站牌，毋但是造成门口停车会强检举，也阁有人乱弹本色。10年来已经控制定情至少4届，进前曾经暂时移除，顶个月底又阁重新设立，家己拢无向通知，所以一怒之下决定想要甲站牌搬掉。现在又来买，又没有通知一下，我摇他。那时候刚买没有干呐、那个水泥都还没干呢、刚埋下去。台中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于2月1日接获通知，当日已派工补强站牌，并由警方联系当事人，并告诫有处罚行为。市府表示，站牌设置地点是公有地，会勘拢有邀请里长，已经接到检举站牌向破坏，会搜证完成了，向警方报案提告。呼吁民众若是想要迁移站牌，会使顺正常的管道反映。记者台中报道。